我明明就一直拢知影，人类寿命真短，原来拢无想到去加较了解我。你刷落来的人生，是毋是还阁足长足长的，等甲阮想袂到的坎站？差不多要开始哦，安尼我先来去啊。不过，我想要加较了解人类一寡。你有想地主无？伊可是我的徒弟。你有介意魔法无？也算是有介意啦。你又搁了解我啥物？你甲我同款呢。弗里莲，弗里莲，弗里莲，拜托你啊！安尼，咱行吧。那安尼，对弗里莲大人来讲，遐个拢是真重要的物件吼。我唔知影，唔知是要要学清楚。阮师傅讲，拢是因为你用这一家人的冒险，才会要做一段无聊的旅行。讲是一段足无聊也足欢喜的旅行。不过我对恁大家拢无了解呢，因为你有想要试看卖来了解我，足欢喜的。就连甲恁做伙冒险，这日子拢也无到我人生的1/1。就是靠迄个1/1，有咧改变情形。人只要死哦，因会去你天堂啦。弗里莲，因为咱确实捌活伫这个世间。无毋对。